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乱点怪又来了。森林小学今天又热闹了起来，小猴子一到位置上就迫不及待拿出平板。老师，我们今天还可以玩闯关游戏吗？我还记得上次的乱点怪，他设了好多陷阱，结果一个都没成功。小兔子忍不住笑了，他一定不敢再来了吧？话才刚说完，嘿嘿嘿，一阵熟悉的笑声突然从平板里传了出来，大家同时愣住。不会吧？荧幕一亮，乱点怪穿着披风从里面跳了出来。大家好，我又回来啦！小猴子惊讶地瞪大眼睛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乱点怪双手叉腰，上次我输了，是因为你们知道不能乱按。可是这一次他神秘地笑了起来，我不叫你们乱按，我要让你们分不清楚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猫头鹰老师笑了，看来今天又有一场挑战了。乱点怪大喊，真假讯息大作战，现在开始！突然，小猴子的平板跳出一则讯息，恭喜你，你被幸运选中了，免费送你一台最新平板，只要点进去就可以马上领取。小猴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最新平板？真的吗？乱点怪站在旁边笑，当然是真的，快点点进去看看。小猴子正准备伸手，小兔子突然问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我不知道。老师点点头，很好。遇到不确定的讯息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大家一起回答，停下来。猫头鹰老师笑着说，没错，不要急着相信，也不要急着点。乱点怪赶紧说，可是这么大的奖品，万一是真的呢？小猴子眼睛又亮了一下，对哦，万一是真的。小兔子赶快说，所以我们才要查证呀。乱点怪，你们怎么开始学会这一招了？大家哈哈大笑。猫头鹰老师问大家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小猴子想了想，问乱点怪。乱点怪立刻摇头，不行，我当然会说是真的。大家笑了起来。小狐狸举起手，我们去网站上查查看。老师点点头，很好。
如果真的有这个活动，我们可以去相关的官方网站查一查。小猴子问：可是老师，讯息里不是已经有一个网址了吗？老师摇摇头，这里就要特别小心了。如果是陌生讯息里出现的网址，不要直接点进去，我们可以自己打开浏览器，自己找真正的网站。小兔子眨眨眼睛，可是我要怎么知道我找到的网站是真的？大家安静了下来，这一次就连乱点怪也偷偷竖起耳朵。猫头鹰老师笑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因为有些假的网站真的可以做得跟真的网站很像。小猴子瞪大眼睛，真的吗？老师点点头，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它漂不漂亮，也不能只看它有没有学校的名字，更不能看到一个网站就自己猜它是真的。小狐狸问：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办？老师说，我们可以从自己信任、知道的地方找到真正的网站。小兔子歪着头，什么叫做我们知道的地方？老师想了想，比如森林小学的网站，你们平常是不是看过老师带大家使用？是，那我们就可以从老师知道的地方找到学校真正的网站。如果是其他网站，也可以请爸爸妈妈一起帮忙确认。小猴子慢慢点头，所以不是我要自己猜哪个网站是真的。老师笑了，没错，而是要从可信任的地方找到真正的网站，再去确认消息。小猴子突然笑了，原来查证不是比谁眼睛最利，是要找到真正的来源。答对了，老师带着大家找到森林小学平常使用的官方网站。小猴子看着荧幕，我们来看看学校有没有这个活动。大家一起查看最新消息。看了一会儿，小兔子突然说：没有耶，这里根本没有免费送平板的活动。小狐狸也点点头，所以刚刚那个讯息是假的。小猴子开心地拍了一下桌子，抓到了！乱点怪抱着头，居然被你们查到了！乱点怪不服气地说：哼，刚刚只是刚好被你们发现，这一次我准备的超级像。啪！荧幕上突然出现一个网址，点进去，网站上有漂亮的图片，还有森林小学的名字，甚至连学校的标志都放上去了。小猴子看傻了，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耶！乱点怪得意的笑，对吧？这次你们一定分不出来。小狐狸盯着荧幕，可是我要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猫头鹰老师点点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眼睛猜。假的网站
有时候真的可以做得很像，所以我们不要从乱点怪给我们的网址进去，我们要自己找到森林小学真正的网站。小兔子马上说，就是我们刚刚找到的那一个。没错，大家回到真正的森林小学网站。小狐狸赶快查看最新消息，没有，真正的网站里也没有这个活动。小猴子开心地跳了起来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讯息是假的了。乱点怪整个人坐在地上。你们怎么越来越会查了？乱点怪不甘心。还没完，这一次我不送你们东西，我要送你们一个超棒的好消息。荧幕跳出一则通知，重要通知，森林小学明天放假一天。小猴子整个人跳了起来，耶！明天不用上学。小狐狸也开心地笑了，可以睡到自然醒了。大家正开心的时候，小兔子却皱起眉头。可是，真的吗？小猴子停住了，又要查证。小兔子点点头，当然。大家赶快自己打开浏览器，找到森林小学真正的网站。没有，最新消息里没有放假通知。小狐狸想了想，那我们直接问老师。猫头鹰老师笑着点点头，这也是查证的方法。如果你已经查过，还是不确定，就问真正知道答案的人。小猴子赶快问，老师，你们放假吗？老师摇摇头，不放假哦，明天还是要正常上课。哦，小猴子整个人趴在桌子上，我的睡懒觉。乱点怪大喊，怎么连放假都骗不到你们？大家笑成一团。乱点怪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，我输了。猫头鹰老师笑着说，其实今天你们学到的不只是不要相信奇怪的讯息，你们还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。第一步，停一下，大家一起说，不要急着相信。第二步，查一查，不要直接点陌生讯息里的网址，自己找到可信任的来源，再确认消息。第三步，问一问，如果还是不确定，就问老师、爸爸或妈妈。小猴子开心地说，我懂了，原来不是每一个网站我都要自己猜它是不是真的。老师点点头，对，有些假的网站真的会做得很像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，就不要勉强自己判断，可以找可信任的大人一起确认。小狐狸用力点头，不知道也没关系，先停下来，再查一查。小兔子接着说，如果还是不确定，就问大人。老师笑了，完全正确。
就在大家以为游戏结束的时候，乱点怪突然举起手：“老师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”猫头鹰老师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乱点怪神秘地拿出一个蛋糕：“如果我看到一个超好吃的蛋糕，我要不要先查证？”大家愣住了。小猴子问：“什么蛋糕？”乱点怪把蛋糕举得高高的：“就是这个。”小猴子说：“那我先帮你查。”乱点怪赶快把蛋糕抱在怀里：“不用不用，这个我自己查。”大家哈哈大笑。猫头鹰老师也忍不住笑了。好啦，今天的查证挑战正式通过。小猴子、小兔子开心的击掌，耶！乱点怪却小声嘀咕：“下一次我一定会想出更厉害的方法。”小猴子笑着说：“你尽管来，我们已经学会。”大家一起大声喊：“听一下，查一查，问一问，耶！”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